9月7号什么？德州县第2练习一下。德州县什么文创交易会？交易会上面不见不散。现在一天到的话，都给个人提早一点嘛。9月7号，第2届无限文创民间文创交易盛会上不见不散。哎，雍正，宝贝，过来捏一下。这儿衣服嘛，这外面少了一个，省下来。那个，他们的那这边那个，这个是服装组的。男孩子的话就是那或者一个小的东西，小的点啊，咱们小号的这。啊，对，
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哎，我们是男生先说还是女生先说呀？男生先说。啊，女生先说。男女一起说完了呗。不行，三个。你们男生是说女生吗？男的，谁给这个？还乱加的吧？最后面前你不一定说大西北的呗。啊，最后。无限不说大西北。呀，拿出去，差不多吧。念一遍，老师念一遍。来。我们也是一起都认识。呀，拿出去，差不多了。快点下来，拿出这个。
走，往右这边走。我们来，他来女生怎么站？这个放中间嘛。女生可以站，哪有你？女生在后面吗？肯定啊。你们包着吗？你们在前面，稍微站前，然后后面站嘛。美女站前面，往这哪里？帅哥中间。往这边走，往这边。我找不到美女嘛。来，这边。男生说的是为什么？男生说往然后女生说这样子。腿。大家可以退一下。啊，你出女生的。走我那个我的。这个路走可以吧？走可以吧？微笑。手机的手机盘，我就往右边。啊，这是原来的。可以。连着去。好腿，同志们，抖腿。等下腿在门外头去了，在门外头才行。太窄了。站住。等一下，这样的话。你这帮人，你们这边退步啊，会往后面盘，他们退不了，后头退不了。我的桌子。后面有桌子。传说他们后头退不了，只有我那边我。拍一张就知道。头看起来，不要埋头。你的眼睛是哪个？王琦，你们站进去了。哎，不要坐前面，不好看，不好看，不要坐前面，不要坐前面，不坐前头，不要坐前面不好看。要不不行，要不要站起来？要不你们后面站在椅子上面，椅子站到旁边来。等一下拍的时候，真的在这个上面，一直看到这个方式。那个王琦，你们站进去。哎，对，他那个还比较多。但是最好是还大家好。王群不用站那么高吧？大家好，真看不到，太高了，你们后边。王群不要等着，王群不要等着。王琦让给别提的，音乐关一下。音乐关一下，音乐关一下。看到这个地方哈，看到这个地方。那个展示不行，展示这里不行，展示到这边来，垂直上去，我觉得真的，垂直上去，展示这边。干嘛？更小了，领导了。展示。对，哎呀，扣了。OK，来吧，开始吧，男生准备好没？哎呀，大家不要说话。等一下，先说藏语。觉得操作吧。
张是跟着这样吗？哦，不行，여기 참. 但是都在一起很好看吧？啊，这个样子可以，可以。这个抓你可以，这抓你可以。 정말 끝났어. 진짜 지금 지금 不要说藏语啊。 干你们老主。藏民好多。啊，你们这个桌嘛，你们靠买的。哎，我们先说一下，你们男生那个藏语说完之后，不是你们就那个什么不见不散完了啊？然后女生再接，女生那个不见不散说完之后，大家一起说一个单词啊，大家一起说。你们欺负真的好小，真的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哎，咱俩欺负都欺负真的。条件有啊。真的太小了，真的。你这样看，现在可以吧？现在还小。咱这没办法，我给就先。有往这边转一道，调整是吧？埋头嘛，全部先。不要拍照呀，照相不要。怎么呢？先不要拍啊，先剩下一个剩下。先念一下那个，先念一下。啊，先说吧。先念一下。1、2、3。说嘛，跟看不着。跟看不着，赶紧说。来，1、2、3，开始。从嘛跟看不着。马上呢，主要看我初中的作业，现在比最正面，这个走开，我处理人上面的，咱们还不懂得加油。加油！念的快的慢一点，念的慢的可以啊，就是大家综合一下，整齐一点。从嘛跟看不着，赶紧你过来讲，就你生气，就你出不就你生。从嘛跟看不着，马上呢，主要看我国中的作业。时代革命最正面，连这种干你比蒙着从你领你3遍3级这个从你加油。这个不要啊，这个怎么读嘛？你给我看有个这样啊，看前面那个新的你看不看？有，那就从你领你，这个你咋不从你家里用？这个总干你必须看别人的，对，这个摸着这3遍3级加油。这咱们这个这个领我没有，这就够久的就。啊，这来也多。来，试一下。我们女生试一下嘛，我们女生试一下，来，1、2、3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卓热查姆郭庄团队，9月7号第2届德格县民间文创交易盛会上不见不散。大家好。棒棒的，是棒棒的。男生加了。你3级的3级就是几节个？摸着从你领你3遍3级是几节个的？怎么第3级这个的问题？3级在过什么？我这个3级在不同人家用，3级在不同人家用什么？我就从你这个呢，3遍3级在不同人家用什么？3遍3级。啊，就在个人，你别种干你个，我就从你这个3遍3级在不同人家用。怎么扭扭的？没得呢。怎么这个你谁呀？这3遍3级在不同人家用的呢？哦，这个，这个从你这个你做演的出的。从你领你。这个3遍3级在不同人家用。也是的么子的没什么。从你这个你这样结果没得。从你这个你3遍。忙着从你这个你3遍，哦，对那个，忙着从你这个你3遍。哦，这个3级在不同人家用。还要选一下。对呀。我给教育家从你这个你3遍。给练习一下一个。从嘛刚刚马上呢，主要项目各种特色营，现在给你最正面，也给从干你的我这从你的3级。哎，干你比做真的5分。
忙着赶紧领你三倍，赶紧乐些，赶紧比到那屋子里聪明。蒙车从了领你3斤在不同家用，领你三倍些，我3斤在不同家用。呀，再说一下，正好就我们直接拍。老大回去过吧。最后低头最后听你说。哦。那个你们真正懂那个进步，毛主席坚持的都懂的。他不是马拉马赛克，你听过？啊，你错不了跟我的这个，错不了跟我的。对啊，错嘛对啊，你这个是你这个是错。大家好。呀，天气讲过来学啊，这个错不了这个这个，我们掐住这个。他看开家一个是学科，开家一个是学科。你到哪里？干一个兄弟，打毛的，打不的，打到都那种的。哦，也俺都要打不的呢。英国。呀，对呢。今年生最瞧不住啊。对呢，还没好。去看不嘛就买。你是检查没检查？检查。现在是练习不用拍，练习。开了之后，做光你搞懂你接懂的。而且你做不能都得研究。呀，咱这把这记住的呀。哦，对。拿中了，他做烂钱我。呀，咱英国蛮有强。大家好，我是来，继续。对，北计划第2届德格县民间文创交易盛会上不见不散，扎西德勒。这不用谁了。9、2、3。从马跟康中，马说的多大项目多多特殊营，接待给你自己的名，别给中干你比，蒙着从你领你3倍。我们再剩3面这样子。尽量不看，尽量不要看，尽量不要看，能不能？对，等一下我们先想，等会儿不看。呀，记你送。从马跟康中，俺说的主要项目多种特殊营，接待给你自己的名，别给中干你比，蒙着从你领你3倍。3倍来个后你加油我。蒙着从你领你3倍。有进步了。蒙着你这个你直接要，蒙着谁接着你干？多大？刚刚咱们这方案，现在怎么样？过来。呀，打几个？从马跟康中，马说的主要项目多种特殊营，接待给你自己的名，别给中干你比，蒙着从你领3倍，3斤再不同你加油。上来，打口子。上来一起。有个尽量不要看，还要休息啊。天亮了还要休。再读那边就3、2、1。从马跟康中，马说的主要项目多种特殊营，接待给你自己的名，别给中干你比，蒙着从你领3倍，3斤再不同你加油。但是往前给把整整接开。俺说那谁要接着我的往前？俺说那谁接着？不要看手机了吧？我都一句都。尽量不要看手机了。俺说那谁？
卓然长木，多种藤树叶。现在个最等。三斤在过同的年龄，在过岁，不见不在干嘛？能真正有理呀？唱个中文嘛，唱个看看这个，看嘛这个嘛，把唱这个中文，从嘛跟看不上，来，看到我他哪呀，1、2、3，从嘛跟看不上，俺说的卓然长木，多种藤树叶，现在人民气等你了。人别中干你比，木者从你领地三倍，咱一再不同你加油。我跟你们说了，待会儿说的时候，拍的时候，跟背得住的声音大一点。如果说你到那个时候背不住了，但是你要张嘴或者就嘴巴动一下，不要紧张，不出声音。这个，来，试一下，试一下。我可以，兄弟人民，好，再来，一个1、2、3，从嘛跟看不上，俺说的卓然长木，多种藤树叶，现在人民气等你，人别中干你比，木者从你领地三倍，咱一再不同你加油。可以。然后大家的眼睛啊，不要东看西看的，也不要看手机，要看前边，看镜头。不用戴眼镜吧？不戴吗？不戴跟说，真的不戴跟说，不戴跟说。眼睛不要东看西看啊！来一个，再出来一次。眼睛不要东瞅西瞅的看前边啊！这个没对。他是对吗？这东西有几档？来，试一下。好，试一下。9、2、3。从嘛跟看不上，俺说的卓然长木，多种藤树叶，现在人民气等你，人别中干你比，木者从你领地三倍，咱一再不同你加油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卓热长姆锅庄团队。9月7号，第2届德格县民间文创交易盛会上不见不散。扎西人。再来一次。差不多。用这个为声音要大哦，你们是。注意点啊！女生的声音再可以高点。而且男生说完了就不要动了。最后一次这样发誓这个，我们好好。Jackie tức giận cái bộ lô nào nè. 好，没有了没有。3、2、1，开始。从我说开始开始啊。这个横还是这个手这往左边一点，还要往左边。正的呀，对下一点啊。现在叫警察。先让耳机，以前就是党权。啊，准备好没有？1、2、3，谁说？赵鑫。那个弟弟说吧。3、2、1，开始。从嘛跟看不上，俺说的卓然长木，多种藤树叶，现在人民气等你，人别中干你比，木者从你领地三倍，咱一再不同你加油。你怎么办？那女生呢？那你不要拉，你拉不。下次就直接后面去拍。弟弟帮我按一下那手机啊，我手机按一下。好了没有？好了。3、2、1，开始。从嘛跟看不上，俺说的卓然长木，多种藤树叶，现在人民气等你，人别中干你比，木者从你领地三倍，咱一再不同你加油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卓热长姆锅庄团队。9月7号，第2届德格县民间文创交易盛会上不见不散。扎西人。
半个小时。因为这上面有小面要少，上面要拉一点。对。你们两个看一个，我们两个靠近一点。我们你可以往那边站一点。再见，再见，可以了吗？横拍你们看一下。有些横拍完。有的时间往这边拉一点，往上面往你这边拉一点。对，拉一点。往前面放一点，雍正往前面讲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圈一下。哦呀。忙着从你这个我只你从人呢，啥这第一个从你这个你忙着从你这个你在这里，还有我们啊，好。来，你说啊。9、2、3。从马奔腾中，俺从的卓然长木，多庄的风影，接待给你提证明，人间中干你比，梦着从你领你三倍，三斤在不中你加油。大家好，我们是灼热长母郭庄团队。9月7号，第2届德格县民间文创交易盛会上，不见不散。扎西嘞！辛苦了，辛苦了。看一下就可以了。看到你把多林的打成石头了，扎起的两个是。我不点着。太矮对，吃宵夜。美颜一下。大家可以坐了吧？